各位投資者，你有冇留意到，喺國防工業嘅深層次中，有一隻香港上市嘅股票，佢嘅 RSI 竟然跌到30.33，發出強烈嘅超賣信號。今日，我哋將揭示浙江世寶，股票代碼1057HK。呢個係咪一個你唔可以錯過嘅戰略性國防產業潛力股，正等待反彈嘅黃金機會？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將深入分析一間特別嘅公司，浙江世寶，股票代碼1057HK。雖然佢主要業務係汽車零件，但更關鍵嘅係，佢係國防工業嘅重要參與者，為軍事裝備提供精密軸承等核心部件。呢間公司嘅市值約為73.8億港元，擁有2.16億流通股，喺精密製造領域佔據一席之地。係咪時候關注呢隻股啦？目前浙江世寶嘅 RSI 指標僅為30.33，強烈顯示股票處於超賣區間。再睇睇佢最新收市價4.04港元，明顯低於50日同200日移動平均線嘅4.77同4.52港元。呢啲技術指標都強烈暗示呢隻股可能被低估，潛在反彈機會巨大。從估值角度睇，浙江世寶亦都呈現吸引力。佢嘅市盈率只有16.16倍，市淨率亦都只係1.63倍，呢啲都顯示佢相對行業可能被低估。此外，佢仲提供1.6%嘅股息率，對於追求穩健回報嘅投資者嚟講，都係一個唔錯嘅考慮因素。更令人鼓舞嘅係，浙江世寶展現出強勁嘅增長勢頭。佢嘅收入同銷貨成本複合年增長率都達到23%，EBITDA 增長率有21%，而淨利潤增長率更係22%。從每股盈利睇，由2021年嘅0.04增長到2024年嘅0.1831，呢種持續增長顯示公司有良好嘅營運能力同市場擴展潛力。喺財務穩健性方面，浙江世寶表現出色，佢嘅債務股本比率喺過去幾年持續下降，到2024年僅為0.04，顯示公司財務槓桿低，風險控制得宜。應收帳款佔銷售比率長期為0，反映公司收款效率高。不過，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近年錄得負數，呢點可能需要關注，或者表示公司正大力投資以支持未來增長。喺市場表現方面，浙江世寶短期內跑輸大市同板塊，但喺過去一年，佢對比所屬板塊卻係跑贏嘅，顯示長期潛力。股價走勢同大市及板塊喺短期內呈現較強嘅正相關性。另外，港元對美元匯率維持穩定橫行，對公司嘅進出口業務同成本控制影響不大，提供咗相對穩定嘅外部營商環境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，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